stream can or not live stream can or not can already can already 一邊 can 咧，下邊特別 can 我非常見知有線嘅人接嚟嗰陣，因覺得有硬檔嗰陣，硬檔係阿會參嘅咯嚇，攞嚟使 NBA 使請人係實在，攞實在樣即係講好嘅壞人啦，所以咧別你做就少啦。OK，嗱實啦 ，OK，冚嚟先 ，OK。誒，我將佢聽到嚟先，我冚嚟先。哦。誒。哦。係啊，各位聽眾，歡迎再歡迎人到進來收聽邊咧學見嘅節目，今日你做節目咧是完全無換嘅，我是準時完全正穩無啊！哈，感謝介紹我特別嘉賓，即係呢排特別嘉賓咧，就是 Google Meet 下邊裏面嘅校長阿龍，歡迎。Hello， 大家好，我就幫我。你看校長阿龍請緊咧水一個月見阿節。有，你嗰時加頭毛，加頭，嗰去石頭毛，嗰去嗰件水嘅衫喎。岑樂山都冇 video 過嚇，岑樂山。我外邊未見人過，呢邊未見人過。對，然後個老趙應該點歡迎。Hello， 大家好。個有人誒老鳥了，特別真少年九三字，歡迎九三字。Hello， 了個有人誒澳洲阿涵，歡迎。我講對唔對下澳洲？我講對唔對下澳洲嚇？對 ，OK， 澳洲嘅阿涵，澳洲。了個有人老鳥，特別有一隻係老咧，我啲都歡迎。Hello， 大家好。我啲都歡迎。了個有岑樂山是未見人個咯，但係人學到岑樂山，歡迎。然後佢去人嘅 club。house 入邊看有裝嚟參人，安怎咪食得歹看？哎呦死別錄嘅了，喎！真係我仲未笑咩嘅？我諗嘅大塊咖啡到底下邊嘅笑阿蕉咯，歡迎阿蕉個幾隻行啊？阿蕉點幾隻行啊？哦，對嚟啊！回來了。阿蕉哎呦死！阿蕉屙去安怎會食那無水嘅？我的色這樣不良的。個阿蕉個有南曬啦，歡迎。大家好。然後個無把聲是小寶，歡迎。嘿嘿。然後第個只人個人學到第人，個了，哇，個紅單嘅人哦，紅單你現在會唔會八戒哦？你是啊 ，OK， 問青菜青嘅人，浪仔是講嘅，曉講學嘅話，第人就是講你講學嘅話，人個無 member 個紅單嚟講，到底你 chat room 會咁講嘅，你曉聽學嘅話咧，就係接嚟參加人啊。即係禮拜咧，我咪講話題咧，咪同埋話，because 咪做準嘅電話證就傻啊。即個禮拜我咪講嘅話題是目睭，我講係目睭，即係方面嚟看啦，特別咱有一主要有兩個朋友咧是目睭最近有去小嘅爭做啫，去開刀，去刮目刮目對。定得是老人家去刮目嘛，刮你老人膜。是老人膜嚇。cataract。對，特別咱問咱即少年人，去刮老人膜就去刮你93字嘅膜。93字走去啊！那這不屬於刮你膜幾怪啊？有啲。真攞你，叫攞你喎。
好了。一個是阿未掛嘅，一個是掛咧。安怎我實實特別 echo 嘅淡薄人聲。流浪唔是咁樣望呀，流浪半少，佢哋半地是glaucoma。glaucoma 我是冇聲。英國當做嘢嘅時候，我做嘅手術英國當做過咧。我做過了。OK，咱來聽看阿龍你講下你其實會講嘅做蝦米物件你？當然這話題呢是我叫阿莊講嘅，因為我咧我見到就是禮拜六啊，我是頂住禮拜六，就是頂住禮拜六，一禮拜前啊就，我去做這拉色嘅手術，係啦，其實我想咗幾年嘅，我從來唔捌正去做。來到韓國話路來歸後，我見唔到。Excuse me，等陣 LASIK 還是 LASIK？我比較人叫 LASIK。No， 有內 LASIK 啊？伊是 E 嘅，還是 LASEK？對，我是 E 嘅，所以我講 SEK，我是 SEK，係啦，我講拉是因為呢啲 Korean 叫做拉色咁叫嘛。所以我嚟到韓國，我聽到 echo 係就講韓國係咪日本？就係 echo 淡薄啊。Testing， 我快就指出嚟。Hello， 我 testing。意思到底Google Meet 會來 ，Google Meet 嘅聲。我冇佢聲。Testing， 冇，testing。OK， 冇啊，當然。OK， 嚟講到對呢你識啲韓國是韓國是後面咪有本身做嘅嘛？韓國是後面幾本做嘅，都係白毛啦、面啦、手啦、卡啦、頭毛啦，都會本身做嘅。應該出面是正規都翹面嘅。所以我哋成日就講我買翹啦，因為我對人哋 perfect 嘅嘛，是冇錯翹咯，就唔要。所以我就感覺就講。OK， 我就感覺就講，我啲物件無方便嗰種，所以我甲無安尼，我屬甲啲物件，本嚟啲物件看咧，看成個踢佢車人，就書本牌嗰種。但特別咧，我啲物件老實講，啲日常嘅生活裏邊，呢是較無方便咯，所以我就成日會去做嗰種。我古早去梅店食古早到啲邊咧，食佢又貴，所以我無在掉做嘅，所以我嚟個韓國過後啦。我紅英好似之前就俾佢做，係咯，走去梅嗰度做 consultation 啦，佢嘅 advice 啦。伊講過生就過去啦，嗬，你特別注意有老化咧就，一直講年我閃到點嘢嗰度，我閃住是啊，過生就過去有老化咧，所以你是建議講免做啦。不，即係看人嘅，人哋你有老化咧，你不會使做嘅。我是講有可能到啦嘅幾年過後啦，你多數佢簽到短期，係咯，你佢俾啲物件，所以有啲人會嫌麻煩。所以讓佢佢買做嘅嗰種，所以我就聽啦佢啊，我就幫佢試埋邊咯，試唔想，反正嗬，把打個安尼款，哎呀，做個好嘅就買做個暗雕有一節啊，嗰啲是兩禮拜整嘅數啊，兩禮拜整我同佢就係當數。阿龍啊，等陣啊，安怎？聽掉。echo， 你講話先嚇，當然個 echo 個，你嘅 computer 是唔是有開掉聲淡薄嚇？你嘅 computer speaker 係什麼？我聽到聲，我係啲 mute 男仔一個冇聲，是我係。我真係聽到你講話先。我聊嘢咯，咁樣你 try mute 你嘅 clubhouse， 你 try mute 你 clubhouse 到啲mute 你 clubhouse， 然後到啲吸引佢開聲。你睇呢 ？testing， 我同你講啊 ，testing， 冇啊喎，delay 個，我聽到喎，你聽到未？你聽到未？聽到你自己聲啊？攞到 testing， 你講下看。我講我能聽到。特別你聽到你聲攞到咩？我聽到我聲，我應該冚到你咧，當然。當今你聽到你嘅聲是，到啲 clubhouse 會冚你 volume 去。我啲 clubhouse 撳開 volume，特別 clubhouse 撳開 volume。哦，但是你電話，所以你電話聲出來到啲你麥會 pick up 到，別個聽到。所以我講聽咗，我講聽，你會使接掉到掉，你換你嘅 clubhouse 誒。我咪用電話咯。你到啲 clubhouse 會嚇換你 mode 佢 music mode，然後你對等你 volume all the way down 啊。我明白，我就係我是冇。
我是 clubhouse 先那個順 ，OK，anyway，冇你使去 clubhouse 搞門。OK，anyway，so 當今audio quality 把 music 咯。你嘅聲會使開掉，是講你嘅 music 會使你嘅 volume 冚落來冚起。我撳過了而家 ，OK，anyway，我撳而家，所以我電話係啲邊啊，唔要緊。OK，so 我是頂兩禮拜嘅時候，是頂兩禮拜咧，我公司裏邊咧有一個同事少年嘅，一直七八歲嘅呢。然後我看到伊第二目鏡個無相，講做新目鏡，伊講就幾整，幾兩禮拜整，嘅。所以我是你係衝動咯，我就衝動嗰陣，所以伊兩禮拜整咧，伊講伊第二新目鏡，我講蝦米物件，按照你伊講 blue light 目鏡嚟，講無度數嘅，我講嚇冇度數嘅目鏡，伊講我把路開到做LASIK呢，LASIK 就 SIK 就伊做 LASIK 就少年嘛，所以做 LASIK 咗，所以我聽佢講嚇是咩路走去做啊？伊講特別我 feel 到家己老咗咗，人講家你無好了嘅，係咯，坐啲依邊啊，另外一個同事咧。就並唔嚟講嗬，冇啦，迄個是看人嘅。如若是講當今做了，拔到若是even伊家己，佢就起到對應嘅多數啦。你上次嘅嘛是對對物件啊嘛。伊講啊，伊嘅 angle 無相咗嗬。伊講嘅甲迄個 doctor 嘅 angle 無相咗。所以聽咧講嚟講嗬，即物件咧嗬，早一日做，早一日好。伊喺我講咗，那個if 愛嘅話啦，賣嘅話咧嗬，就開始賣門啊。แล้ว我先到。十出十倍，咁又唔使做嘅時咪做嘅就，特別咧，我第二節就上去做啊！我第二節就我就短而看資料咯，然後去睇咯，看 YouTube 咯，然後時會想，你做咗半好半咗，所以我就走去做了，所以我就 immediately 就去 make appointment，然後咧係禮拜六啦，我就過去了。安陣，我會 break 者嗬，英國中講伊名 LASIK 嘅 LASIK 我係咪冇上 ？LASIK 我咪冇上，英國中嘅有解釋啊。英國中你寫下我放到啲 screen 嚟當然。Laser Institute Keratomy， 當叮叮。Keratomyossis 是 roughly 是刮你嘅 cornea 啦 ，OK， 刮你嘅 cornea，OK， 特別LASIK 較久 ，LASIK 是蘇聯嘅人發明嘅先做嘅。伊有蝦米無相啊 ？Laser Epi， 蝦米無相啊？第應講是 LASIK 是伊刮啲外面 ，LASIK 伊來你嘅外面好時伊無當到，伊開伊嘅第外面嘅眼起來，然後伊刮內面，然後你係伊嘅外面嘅臉冚到對，所以 LASIK 我嘅看法呢 ，LASIK 較好時啦，較無聽。較無聽，因為 LASIK 伊較舊嘅，較聽。刮了嘅時，伊個 anesthetic，伊個把藥，了嘅時，你個目睭較聽。較聽較久，了較濟問題，伊個 long term 嘅，較久嘅，就講 side effect，有較濟。係咪我係 side effect？For example，係咪？你特別講，你未使做把照上多啦，係咪？你講嘢是福建話 transparency 係咪？透明，做俾透明嘅啦。特別你刮你外邊嘅時候，有人啊，久嘅時候，伊無去。我都識 which one？你講 LASIK 係 LASIK， 外口係無去。伊較舊嘅。LASIK 啦，伊有看嘅是阿先嘅，伊嘅咧是刮啲外邊嘅啦，刮啲外邊嘅啦。你特別看人可能，嘅人是被做愛，嘅人不依嘅。I see。有真正濟物件，你特別想啦，你會講你越高，了你被刮越濟。actually 我未曉哦 ，cornea 是佢到外口咧，第外邊咧，外口一眼是 cornea。你目睭啦，你當你目睭啲面睛。係你就是嚟 cornea 啦。你南邊咧是係你是蝦米筆 ？cornea then 你有 anterior chamber 了。去到後邊是你嘅 iris 是有色嘅啦，冇咧，咱刮嘅是，你講開起來刮，本是對 cornea， 是 inside 嘅 cornea 啦，唔是對外口嘅 cornea。伊無刮，伊外口嘅 cornea，不，你所 LASIK
你識是刮你刮一下一個一下一個呢樣啦。成天都動到啊，OK，所以你識是呢個刮邊嘅嘢，你能掏起來，然後刮啲內邊。本是個呢啦。本是個呢有夠淡薄啦。哦，I see。所以 take 是一次第一刮邊嘅嘢。OK，明白。OK，阿龍 ，sorry，continue。我會明白這一個。一個 I，一個 E 咯，一個是藍色，一個是藍色啦。I 咧，所以英國同大媽講嘅咯，我都近日按上就影嘅，就是呢白蕉是一個橋嘅，喺你橋頂面都有一膜嘅面，一個膜，一膜一邊咧面嘅包掉嘅嘛。喺一邊咧，若是一是舊嘅話啦，真正舊嘅話咧，一定會使刮開了。曲裏邊嘅物件了，有含到邊？佢呢就是愛咯，藍色咯。แล้ว有個人伊目睭頭前迄個膜甲布嘅話咧，你都無可能刮了，假了，你無夠，一直到規個膜一直要刮走去嘅。你無夠你夠大啦，無通去。有，迄個咧是較舊嘅 technology 咧，較舊嘅技術嚟嘅。แล้ว有個人伊無法度嘛？但人嘛是會做好嘅，做先呢，對唔對？我覺得有人是無法度嘅。你無夠，所以你未做。即係你物件咧，咱是人咧，咱普通做病人啦，咱是無需要煩惱講，哎呀，我係是搞嘅時候，你無需要煩惱，因為是老官嚟講嘅嘛。你做了老官嚟講，你做 testing，若是講你目睭完全袂使做啊，一般無可能甲你開到本嘅，所以物件其實伊會甲你講嘅，講你無下做，你攞你本無下做，你袂使做。伊特對會甲你講嘅嘛，啊我去了勞工處，勞工城，我一做咗隻 test 做5-6項嘅 test，伊特別 test 講你 vision 講你看到物件，地區抓，啊伊特別會 analyse 㗎出嚟了，啊伊就 check 你目睭看有夠嘅嗰隻波嘅，所以學我 advice 咧，你別做垃圾，伊講你個人做垃圾呢，所以垃圾咧，伊按照嗰啲 side effect 咧，人講較近啊吧，咪講上遠啦，上遠咧唔是特特人會掉嘅，人講較近啊冇啦嚇。垃圾嘅話咧，你好嘅點是較快嘅，你就 because 伊係一個膜固定嘛，對，伊是 original 嘅膜，係咪冚唔到嘢嘛？你嚟燒較快嘛，所以你若是講咱用 period 嚟算嘅話啦，伊是一個月，你都真係正常咧。係咯，垃圾咧是因為一定頂面一部嘅一掛走嘅嘛，所以你壓價啦，買2個月、3個月、3擺啦、6個月，你計完全正常嘅，你就。所以伊咁就係拖較長嘅。所以伊為咗要保障隻物件咧，我嘅 case 咧，伊講3年裏邊，若是有蝦米事嘅話咧，用 free of charge 伊搞我 fix 咗。repair 啦 ，OK。要 repair 好啊，即係一個 commitment 嚟，講3年嚟，3年過後咧，我就俾家己考慮。特別伊學我就係幾本 ，usually 安尼款嘅 case based on 樣嘅 analysis 啦，安尼款嘅 case 就是講有一隻就會佢在 second round 嘅 surgery 嘅話咧，你嘅錢變咗是 AX 你嘅錢嚟嘅，所以我是會接受嘅。特別我是驚咩？你10幾歲人咧，有時講我是驚咩？我驚目睭被看到曉咗，我驚講為情人嘛。而家下面 surgery 不有 accident 嘅嘛，會有可能嘅嘛，對唔對？我會驚這物件咯。後來 doctor 就甲我講，伊講垃圾又好啦，伊唔捌聽到啦。so far based on percentage，伊唔捌聽到講會做個一個人踩命去嘅。伊講無安尼嚴重嘅，迄個 laser 伊 fix 你 cornea 啦，伊袂做個你踩命去嘅，because 做個你踩命是真係響嘅物件咯，就真係賴嘅你踩命就。我講，伊講第一參是你未 focus，對，上個你被 focus 較好嘛？你做這些，你被 focus 較好呢？所以你那是第一參是你無 focus as much as you expect 啦。對，所以講 even 無 focus 本好啦，有隻物件，其實用目鏡嚟 fix 本呢。上帝嘅你就是特別你咁樣請人教目鏡啦，有可能。Go back to the square one 又咯，如果第衰時嘅關鍵 case 咗，係咧講 so far 啦，伊 as a doctor，伊唔捌聽過。伊講發生安尼款嘅 percentage 真一 almost none 嚟都做，所以 so far 是冇安尼款嘅 incident 嘅，所以講，如果是驚講你踩命去嘅話咧，我實講嚟講你是無需要驚嘅 ，because 伊捌聽過，冇安尼嚴重嘅 ，because 伊做這個手術咧，伊袂害個你踩命去嘅，伊上帝嘅就是你少是有一個度數，你少是袂啲物件，你嘅就係咁嘅，所以講我你風險無講真係廣，無講紅啊，到落去啊，無講起啊，到落去，無講起黃嘅錯，所以講風險是都係累爾啦，你被睇人哋借累，你背伊個背來
result 真正好特別啦。效果第一好嘅效果啦。你就第好是你未做開多嘅時，你用目鏡；第好是開多了免用目鏡，做一回。係你是 ID 啦，100% 啦。較濟人是你就95% 都潮了咯。尤其是目鏡真正舊嘅人，若是講買穿目鏡，冇穿較薄嘅目鏡較輕較便宜呢。較薄嘅目鏡較便宜目鏡對，我就是想到講，我就是伊甲我講咧，講我巴肚路上啲幾啲 case 啦 ，even because 伊講較老實人無是35歲過後嘅人咧，都有可能有老花咧就。老花是 usually 是40幾歲起人都有嘅，特別伊樣嘅迄個 threshold 咧，就是35歲以上，伊特別 advice 咧，樣嘅講是beyond 35咧，你都有可能有老花了嘅，伊都成個都 advice 咧，啊แล้ว伊 check 過了，我是有嘅，我是有一個 issue 嘅，啊你講嘅嗬，你嘅 surgery 裏邊咧，叫做 fix 老花嘅問題嘅，你 surgery 咗，所以你話老花一般 fix 話本都咗，特別咧嗬。有一個只趣味嘅物件嘅，所以我去以前我是冇聽過，我冇明白是點樣做。你一解釋我聽，你講咧老花咧，我未100% fix 到嘅。人嘅老花咧，講內力白照，我未100% fix 咗，內力白照嗰算算 perfect。伊講是冇可能嘅，你做唔到，是點樣做？所以以上啲嘅伊甲我講嘅物件咧，你白豆嘅白照咧是一個是用嚟看遠，一個是用嚟看近嘅。後來我講嚇。我看面嘅時候用手炸掉，講唔是這個意思。伊講你攞嚟白照本是嘢嚟用，特別你腦咧會用 one of the eyes 去看遠 ，one of the eyes 去看近，所以你攞嚟白照咧，你未 feel 到硬固嘅。咱人嘅腦會 control 好你嘅，你未 feel 到硬固，你冇想用手炸你白照嘅。特別頭先做嘅事，真真 confuse 咗頭是，都俾點只啦，你嘅關係是唔是？真正坎坷，我嚟講一做出嚟是真正坎坷，我冇 expect 嘅咋。我想講是一好事嘅，但係 simple 嘅物件，但係呢時咗，我冇 expect 到，我坎坷幾下次都咗，我會咁被浪費咗咗。別到你哋教我講，我只係咪你教我講掉，其實你幫你做嘛？有去直接咯，我幫你做，講直接咯，直接驚住你，直接我直接驚咗咗，我直驚死啦，我被看到面驚咧，當劍，因為。伊做以前要做咗嚟第一手，我同你講，我係 Korea 是真係 efficient 嘅時候，我是11點幾起嘅，我報咩11點50分嘅，我只起嚟俾做個啦第一啦。伊講安怎愛做，講是現做冇少，要現做好，你2點未就走咧。呢就是 consultation advice，何類嘅料是 within 2 to 3 hours to fix 嘅啦，何類嘅，哦，呢是俾掠嘅，你唔係幫我，呢就是俾睇啲類嚟嘛。然後我就可以隔了，然後我心裡面想啦 ，because 我係嘅字就我做內力白照啦，我係嘅字是。1,800塊新加坡鐳嗰就180萬個人嘅鐳啦，1,800塊新加坡鐳。然後我哋心裡面想啦，喂 credit card 是2,500塊新加坡鐳嘅。但是講1,800塊未貴嘅話咧，我就買咗，我哋講心裡面想咗，你查我一緊冇夠20緊時，一直就差住咗咗，所以我心諗咁，喲厲害哦！我就是為命啊！我講提供，但是講你買好我做嘅話，你學你學住你價未貴啦。媽就係within 20緊時啊，一 receipt 出嚟一咗，所以我就心裡想 OK 咁樣做咯。如果我揸錯時咧嚇，你使去留下單咧，所以我自己做醫症啦，我同你講啊，一做一點上咧，用佢哋 nurse 啊，nurse 加非常加大咧，就 auntie 嘅就，係阿祖媽嘅啦，就，呢度看到我超就同我講，咁物件啦，即物件。真 simple 呢，啊！我咪都做啊未？我講我做起了，真古整都做起了誒，冇物件誒，買煩惱。等陣咧，你自己嚟邊呢？你就睇落嚟咯，睇落嚟咯，我就殺咗自己啊！你物件就殺咗自己。一成間是撈掉你頭一包。撈掉話就殺咗自己。係啦，你哋白蕉都看到拼命灰呢就，迄個灰有青色有灰，有紅色有灰，你看到 focus 看到掉咧紅色灰，呢隻你直直開條白蕉看到掉咧，我係病掉呢白蕉，一頭先教我講嗰就，我係病掉呢白蕉，你直看掉呢灰就使啦，嚇，跟住咧你看掉呢灰啦，你味到招呼嘅味素呢，即係呢，味到招呼。味道就好像加淡薄燒嘅味啦。冇啦，哦，你不幫剛招呼嘅味。你說啲燒嘅白椒。而家你是 Korean 嘅 context，你都未咁解啊？都未咁解。趣味咯，嗬，趣味咯。我哋聽到啊，好似我哋唔識，
我對我嚟講，呢係味道招呼嘅味素啊！我其實哦，個人嘅 context 係 because 個人食膠只嗰種嘅招呼，喺棒羹你招搞咗嚟。呼嗰啲，都一直講我就驚咗就，啊然後我就睇落嚟了，自己我同你講意思人咗就，有時迄個人嗰陣時排隊去做咗，一個人只係出來呢，我就自己，哇我只係 assembly 出來 line 另外嘢就，because 你我個你講，真係 simple 呢，真係濟人做嘅，意思 common 嘅美國就 common 嘅 one of the simplest surgery 就係嗰度，so 我當時就講，你唔驚啦，即係呢，但係你 just focus 啦。你會驚講未 focus 嘛，目睭會冚啊，特別白，because 一般你目睭未冚嘅，應該講未冚嘅。用一個物件，按看你做你目睭開嘅。一劍你目睭你看，要唔係白，你愛捏把本白。你呢把都這咗，所以你看到啦。伊人學你嘅把要你安尼爽啊，你無白捏把本啊，你無感覺我無爽啊。because 一般白藥咧，一轉藥水咧，一啲邊啊白藥咧，我無感覺到真係艱苦，我是驚你就，我唔是聽我艱苦你就，我是驚你就係嗰陣時就那邊都係鬧你嘅啦，我真係都會感覺，你就係亂嘅感覺，是唔是？你就係亂嘅看。我是 mentally 驚你就，明白了解。我頭一邊嘅目睭一做咧，我直接看到你開啊！我心裡面時候，我講你是全世界最長嘅點先嚟講，我心裡面就第時間了，我直接看到你一開直接練，一時人咗就成個你 universe 開咗，然後一把開。好啦，10分鐘叫做10陰症。啊，成10分鐘成10陰症啊！呢就一直練，我直接看到死咧個未了，我心裡邊想得奇怪唔記得咗，我想到 WhatsApp 上到邊啲學見，上到 Galaxy 上到 WhatsApp。我上到執這物件，我哋啲試試，你白刀看未到這物件啦，白刀看未到這物件啦，你煩惱啦，我煩惱看到古早物件㗎了，咯，咩看到古早物件？你係 live flash in front of your eyes 係種嘅，live flash in front of me 嗰種。哦，所以一做咗佢後咧，你一直就講啊，跟得順利得，我好死了，好啦，一路bằng走啦，你nghe掉我目睭嘅物件。係啦，我講我係識靠目睭吧，會使靠了嘅，係啦，當然到另外一邊上嘅 process 嚟呢邊叫上嘅。這倒是比較英才嘅比試。我本是招呼嘅比賽。我 already 我係點想 already start 到有就變咗。你當時講，一是比較真係招呼嘅比，還是比較迄個上家啊頭毛條燒嘅比？頭毛條燒嘅比啦。OK，唔是咩？我 flash 燒 flash 燒嘅比啦。你是 doctor 你笑到這裡就 because as a normal Korean 啊，喺你用嘅係你只識嘅比嚟。你第一識嘅，你想到是招呼嘅咯就 because 用只，你想到是你歐正我嘅比數咯就。所以我就遇到招呼比賽啦，我就 start 到有就第二日目睭咁先。所以睇下，我叫咩嚟講？係咯，好事啦，佢後啦，好事啦，佢後一定會拖出嚟，一定會你頭埋起嚟，一定拖出嚟。你叫我講個頭嘛，而家都緊張嘛，一掙掉位超咗，係咯，拖出嚟咧，係咯，一呼啊起嚟，好我謝掉啦，你按啲是看招呼都起嚟。咁我當然看俾到物件，係咯，自己啦，呢度有位 handphone，有位電話，有位物件喺度邊話，你電話呢邊，你而家所謂叫咪掉嘛，我唔敢看嘛咪掉嘛，然後講你物件呢邊，當今期冇啲物件咧嚇，冇啲咧嚇，我講 OK，所以我物件變做 rubbish 嘅。即係啦，阿祖媽嘅啦，是咁講嘅。阿祖媽嚟，我是講有會聲是個大 auntie 嘅啦，你 nurse 嘅了。真 nice 啫，即出邊樣講話 professional 嘅人啫，係即數數年比到招呼嘅比數呢，即呢，係咯，我出嚟佢後，我呢度叫我借條，然後度搞一啲要白水，要係啦，而家係你抓我看咗，白藥水，然後呢度又抓我看咗，一個講老短嘢話你可，你即係幾種嘅藥，你對比幾點幾分every 要個種嘅要嘅啦，every 5 minutes 你計曬都係 A 了，你特別等5分鐘嘅，你計係曬 B， 5分鐘咧病是 D 2樣個種嘅了，所以你要你可以解釋我聽嘅咧，有咩問題我講冇問題，然後我心裡面成日講嚇，because 我未試用呢隻物件，我係咯，我試未每條，未想得阿妹係咪夾本？
我冇想到物件就，我心裏邊想到後屌麥克風啲扎落嚟面，你就係扎落嚟白蕉，你大個。因為你看到你哋講落嚟白蕉，你講落嚟白蕉。特別我未看到你白蕉。看落嚟白蕉啦嚇。你看到白蕉我車冇。我白蕉我車水嘛。你đặc色歌出嚟嘅。OK 啊，你講好，你夾。แล้ว我心裏面想講不要緊嚟緊，我見到你動畫咯，於是。你當我咯，所以我心裏面就講，我都要做偷條寫呢物件咧 ，and then 我就 regret 咧，我冇滿意物件啦，你話最看未到，我是特別掉嘅時候，我同你講，即係你是 the most 得驚 helpless day in my life 咋。哦哇，叮當啊 and then mentally and then devastated 過嘅時候，我唔白到過嘅時候，以後我做呢個時候係咪要แล้ว應該是特別講你聽，會講下我聽下你啊，西邊唄，會使。伊講嘅了，講別使西邊嘅哈，你白蕉別使有水字起到裏邊嘅，你會使洗裏邊邊啊，用薄水，特別你好，你別使長水，長 A 點，所以特別細字嗰種。แล้ว你坐車你別使加落伊個玻璃。對，伊講別使紅吹，別使黐到。別使紅吹嚇。別使黐到刺激嘅，所以你有 sunglasses 我有啊，你等你戴 sunglasses 對住。Actually 嚇，我未 start 呢邊嘅啦，以前啊，迄個 one of the nurse 一出來 reception 呢，伊嚟叫我時啊 ，OK 你家啲呢？我冇家啲，冇家啲，你兩張對住，伊喺梅話咧就，我條心領而家，驚啫嚇！講我冇家啲啊，講你冇家啲，兩等人啦對住，我處啲後背正嘢，行落去教啦。OK，係行落去教啦嚇，OK，已經講過 OK 啦。我試一回嚟過。做了個了佢後。แล้ว我冇 expect 到有嘢事，人哋更好就 actually，嘢字我是完全看唔到嘅，完全看唔到嘅。because 啊，你 even 你係啲你面頭頂，你本看唔到嘅，你都是看唔到字對對咧就，你是到底是 helpless，你啲白鏡好冇啲白鏡好壞喺畫畫裏邊，你本是看唔到字嘅咧就，完全看唔到嘅就，你佢哋世界是唔會嘅就，我把你做出來得唔先？所以我嘛驚了。แล้ว我咪對住咯，我同你講啊，我行落對厝嘅點先啊，我是就落喺度等嘅咯。because it is my neighborhood 嘅咋 ，because 我行落對厝嘅點先啊，第一點我只係行出去呢，我就 feel 到真係更好啦 ，because 有一頭。哦，伊是講更好，伊是啥物聽是插巴啥物？唔是插巴，伊是真正貴。都真一驚哦，我成時僵屍嗰陣時 zombie 唔是成你 vampire 嗰陣就只一驚看到鬼嗰陣，伊只係我看頭殼咯，我看螺是惡食嘅嘛，我覺得我佢哋世界是白白糊糊嘅嗰陣，我係看到邊驚，特別伊是清糊啊呢個。佢清古步，那清那步，係咯，我哋會幫掉人嘅車，幫掉佢哋 lamp post 行落對住咋，係咯，我就用手炸掉我白蕉，炸掉我頂邊人都炸掉咯。而家一上半啊咋 ，actually 其實只是電視真係好嘅咋，無零無抓真係好嘅電視啊，特別真係貴咋，我 feel 到貴你世界是貴嘅，我驚係一種咋，真係貴啊。大人常講你即係隨住即係人天貴，啉酒醉。得啦，你嗰陣時候咯，係咯，我記啲韓國，係咯，我哋啲行，我哋人車倒退，係咯，哋行，我未看對面嘛，我哋看對係嘛，係咯，我哋行到對厝咯，佢後啊，我真驚咯就，because 我對厝佢後我看唔到物件，我想死啦，伊是唔是超級失敗？你未看到咩物件？你是布布啊？布，我未看到物件嘅就，係了咧，係了，我個冇做，係咧，我成日講未必同意叫 refer 啫。都是未 Google 嘅，你 Google 未到，你看未到 computer 未到面嗰陣，係咯，我就時候叫你抓嘢出嚟咧，我完全看未到你抓到，我真係驚咗點先，係咯，意思裏邊時候就講我會 make sure 講伊是唔是係你正失敗啊，是啊是，我未係咯，我呢個做點先3點幾人時點啦，將3點冚點，哎呀死，係咯是拜六嚟，禮拜冇攰，所以。所以我係真係嗰時做咩咋？我喺啲厝裏邊咋？我真係驚咯咋！我困咯，特別要教我講隻物件咋？你講我困咧，我是無正大嘅幫助嘅咋？哦，actually 困是無正大嘅幫助。Why？ Because 困係點先咧？你冇你白照嘛，所以你冇運動到咯。第二項，
你目睭會打去咯，你別滴目睭有水嘛，有時候你隻打呢，你 every 1 hour 你特別滴淡薄，可以淡淡嘛。所以講我冇滴到目睭，即係困是未 help 咗隻嘢咗。我 friend 咁啦，卡電話同我講話，講下你困啦，我困冇用嘅，because Missy already 同我講啦，困是冇用嘅，你就，所以當今你學你會做嘅物件，你就是要 patient，你就是要等嘢。所以我自己經驗過了，我當然會甲全世界人講。你 be patient， 你等就對了嘅 ，because 你無安尼大事嘅 actually。我迄日啦，我就 because 我驚嘛，然後我個獨孤啫，然後我一頭困，我無管伊了，我第好是目睭水咧，我一頭看目睭我微微咯。伊無上路啦，是講伊是無幫助呢，伊無做得快好。伊無上路嘅。It's just that 你 feel 講你困啊，and just sleep away everything 啊，是 actually 是未 ，because 你目睭開到對車嘅點先嗬，嗰是上。So just that 你明安尼驚咯，你會使去困啦，所以我嘛去困咯，我困下一陣正啊病起來了佢後，我發現到啦，我 start 會看到物件啦就，特別咧嗬，我會看到紅嘅物件就，所以我會嘅，我會 remote control，我會訂 YouTube，because 我就係你 YouTube 嘅 play 呢就，所以我哋電視機裏邊聽戲呢咯。because 我同佢見啊，就我死啊，看唔到物件就好啊。然後我覺得有咗，然後我已經早自己我已經誒先好時誒我係白，我被滾燙咧就。然後我係啦，就接落嚟就發生係咪事啊就 OK，所以我嘛去燙，我嘛去洗我白嘅啦。because 我係望到物件嘛，我是看到物件是霧一粒影啊，所以我知我做到邊物件嘅，所以我嘛洗我白嘅啦。我係會嘅咧係好事啊，我係係白。係水，攞邊係料咯，我哋功夫菜嘅料嘅咯。我嘛去開我成都去料，我係料出來試了，我唔知多幾包拍多幾包咯。哦，係咪料咯咋？所以而家出來咧，嘢包裝嗰啲係上嘅嘛，我試嘅時候，咁好啊。即係6包裏邊，我就俾經幾包嚟煮咗。所以我係識煮 any 幾包嘅，表見你冇多數嘅嘛。特別講，特別我去 try 看啦，去看我會知我多幾包，所以我放6包到底佢嘢。我想到食物件咗，我哋小影咯。我哋有sell 6包嘅物件，係啦，我度 post 到落去，就 post 攞晒你所在係冇借攞晒嘅呢。我叫打下招，我叫人打下招，我頭先你 post 你是邊領學見嘅 WhatsApp group，邊領學見嘅 WhatsApp group，係啦，我俾發字嘛，我咪訂喺你話訂咧，我就係我冇講話咯，我講隨住打下招或者念學我聽，即係6包物件是蝦米嗰就，放住佢了，我個 post。我係好朋友，一度啲服裝嘅男仔咧就我 post 到依度，所以我咪揀咯，係咯，你點先？是我貴4人裏邊啦，頭先我對邊啲學緊 podcast 嘅人，安尼失望嘅，嚇冇人學下招啊！係咪？你是講有人學招啊？我一個老朋友喺你嗰邊依啲。一看到啦，一念我聽到，我講個表咧，一時講好，伊時我老當我啊，伊時做得下，只我做逼情咗就，係咩事？因為包物件嘛，所以伊嘛開了，伊嘛念咯，頭一包是蝦米物件，然後伊 voice message to Anne 就，然後第二包是咩物件啊？伊佢就 Anne 就，我就只個他媽就，我你直到講我聽6包是咩？because 迄個料是我家己出來嘅物件啦，我知是蝦米物件啦 ，because 我有 knowledge，我知係咩物件，你就是我就講一包是包拍，打一包就掉啦。呢個甩出嚟 message 㗎，甩出嚟 voice message，我連埋嗰邊嘅你 voice message，自己嚟 reply 咗。係咯，我度入 picture 咯，係咯，我度 personally，我除咗一面啦，我看到伊嘅 icon，我訂咧，我介意 personally 嘅，你打講話啲嘢係我唔滿意。我 sorry，你看未掉啊？你嗌我一刀講嘅啦，sorry，講我做大學就做冇嘢嘅當然，我講越幫越忙啊，冇咁波啦，actually，係咯，呢個。後來咧，伊講好我聽是你6包嘅了，所以我貼一包了，我滾燙了，阿妹啉了冇代志嘅就。And then 迄個事發生咧是阿個4點幾嘅事嚟，4、5點嘅事嚟。男仔是半5點 reply 我。你冇講10點九會影波咩？阿蕉會使做真嘅呢，因為阿蕉早起我咪話錄影我見，我有一部影，我阿妹個影。我死了。跳死了，我跟你講跳樓啊咯，跟你講跳樓啦。對世界完全我是看到伊嘅效應，
我看到伊 message，啊，譬如無講，係咪數數人唔知，你就結嘛？我看到伊伊 audio message 是 forward 嘅，我就伊 audio message 唔是 original 嘅，是 forward 嘅。哦，你是想講這是男人 forward 都係咪物件啦？你是想講？我哋講啦。南西時人咗就平常時咧，你講就黃麗紅啦，講就啦，一隻怪嚇，人係火，人係硬嘅物件啦，於是 immediately within 10 seconds 網紅嘅物件真快嘅，我咪物件淘寶翕咗小影可以看，於是 within 10，於是秒回咯就，南西是秒回咯就，於是 immediately reply 就，於是我頭先我 feel 到講南西冇插話咯就。我，你想我講嘛？我冇聽到。你想我繼續講嘛？講下，後面兩部軍嘛，我本冇得聽咯，我真得聽咯。安咯，可憐大。有前夫講咩？前夫講，哈你是阿龍嘅聲嚟咩？唔是 announcement 係啊？前夫不誤會。我個仔都冇梅話，我成日都講佢都加了，到邊講唔掉加了。啊，because 電能字我圖成都俾梅話。唔係電能字嘅。OK， 我掉啲講佢都唔掉，掉啲講佢都唔掉。OK， 你南西 message 嚟陣時，我聽起嚟就 because 是季節我是困隻青啊嘛，我咪散嘅啦。我睇到要 reply 我嘅時候，我聽到我心裏邊想講咩就呢日講，我成日講等架路啊，人死咗咯，我成日講。我唔使知，呢是真係 efficient 嘅冇嚟，都叫大學出面點真得快咯咋？呢時一隻刀啊，我冇明做做就是一刀呢咋，一刀一拖按啊一點鐘咯咋。是咯，嗬，做咩嗬？都冇影響我而家冇聽 message 咯，我真正冇影。我第一數有嘢係一刀，真正冇影。特別我 feel 到伊真可憐咯，講伊接氣嘅事啊，講伊冇伊家點嘅啊，冇家點係咪嘢？我 feel 到佢可憐嘅咯。因為我講你家點，你講可憐，我冇家點。特別你冇家點是你唔知講你特別需要家點啊？我冇伊 expect 就講你等你會斷厝喎，伊講特別隨住朋友嘅是 anyone 啊嚟坐你斷厝揾個安全嘛，對唔對？你可以講你講笨笨咧。佢做白豬嘅應該是一人叫你來個白人嘅叫出嚟好朋友啊，寫到真正啊，是係咪來坐你嘅？我冇 expect 嘅，對啊，你一人去，我 feel 到你可憐。because 好似話日本正嘅超出嘅嘛，日本正嘅嘛，我冇 expect 就講你做落嚟 consequence，真係響嗰時候，咁未看到面見了。就我前年，我頂埋打就我頂埋打就我朋友，安尼看樣做即個垃圾哦，打是樣叫我去載樣對嘢咧，我做就到就做到借到 driver 了就即個嘢。大家人就會做嘢咯，可是有啲做呢面條，你特別有時人坐到嘢咯。冇誒，你去 consultation 嘅時候，伊老官 explain 好聽講特別有人坐到對樣嘅，特別教你講特別人坐到對嘅。有，青怡啊，sorry 啊，因為伊from consultation until end of surgery 是 within 3點鐘嘅事啫。哦，你去每件事都做，我 already 做咗，真係咁難。我冇 happy 咗。伊個早冇回路啊！你隔了是3點鐘，伊冇。伊本3點鐘嘅本叫路 get ready 嘅嘛，伊特別教你講嘅，by right 特別教你講嘅。知，你哋伊梅話家電跌到落回咯，所以咪梅話咯。係啦，我講冇家電，係你講。特別是你愛接氣啊嘛，你唔是 during consultation 嗰陣，你愛接氣啊嗰陣。佢哋 process 裏邊，伊就是開 form 嘅啦，有時嘅了，伊成梅要梅話了誒。A part of the consultation 咧，講你報學者度嚟，你過考，我講我冇，我一兩嚟喎。伊面試就看掉我講，係亂咗對面人啫。我厝阿妹呢，我行落地教咧，我呢啦時候，伊講OK 啦，你冇好嚟邊都我嗱就攞緊教啲嘢咯。OK 啦，handle 對我一嚟。so 哎呀，根本都是。本是會學車龍師嘛，所dangerous 實在哦哈！你 imagine 你行啲路，我都看唔到你車嚟龍路。
everything 是你驚去落中午我唔知啊。我個就係我是邊幾大路嘅，我有陣時 neighborhood 是行落浪行嘅路嚟，落浪行嘅邊幾大路。哇，你梗係狂砍了咯。安尼款伊嘛是 unlock 孤獨感 level 10咯，你只能去做 operation。孤獨感係咩？孤獨感？我有一個 list 嘅，就是講loneliness，你只能孤獨哦，去做 operation。孤獨嘅 OK。特別咯，你就叫自己一人去到，自己一人斷厝咁樣。Hello，做 OK， 我好你一個真啊。unlock 嘅。我哋我是第一期嘅，我諗沈小英，我老實send學校部本是上節下場嘅。sorry， 我跟你 meeting 嘅話，12點半嘅 reply，我好你淡薄南西，我12點半了，我 reply。你3點我12點半。因為迄陣我厝做party，我真正無閒。你是拜幾嚟？我驚成節拜六來，我驚成節我做party。拜六我answer 錄啦，我冇 meeting 啦。我驚成節咧我做 party 咯，人來嘛，你我就估噶阿妹。我就是冇 ，because 我哋看唔到人嘅名，特別我係前邊咧，有 send 啲本嚟學嘅 WhatsApp group 嘛？誒，本嚟學嘅 WhatsApp group，安尼大 group 冇人回路咩？你唔是先幾邊個 group 啊？大 group 有50個人喎裏邊。disciplinary action 咧，你學緊 WhatsApp group 裏冇人插咯咗。冇啦，because 人聽到講邊個咧？就是哦，嗰邊邊嗰時嗰邊我未記啊，人聽到講嗰邊邊嗰時嗰邊我講我聽啦，就冇人插我咯。係你好，係你做晒度 continue post 嘢之後面嘅聲咯。你搞到我甩掉。because issue resolve 嘛，issue resolve 啦嘛嚇 ，resolve 啦，呢度 life goes on 啊，所以人覺得continue 佢就 post bus station 嘅效應啦，食物件嘅效應啦，呢度食康嘅物件啦，人嘅八卦佢就對嚟咯，就是哇係你 episode 啦，係你 the darkest episode of my life 咧，就知道冇人冇嘢咯 ，ignore 嘢咯 ，ignore 嘢咯。你until 拜一往開拜一嘅房，你點知阿玲就講：，嚇你唔寫物件咩？原本唔知有這個事咗，一直喺 grow up in message scroll 啦，哦，這裡哦，你看，嗰時係咪日子特別？我唔知下 ，sorry， 我唔知嘅。I'm not。茶別款起來啊！茶別款唔日講啊！我係講我有陣時搞件事，我冇看到你貴爆笑英語物件咯。嗱，你這裡所以特別看到你有讀咩？是寫鄧文字啊？未曉啦，我咪是未曉睇，我看到我咪是未曉睇，跟住我因為學校應該了搞我 overlap 掉去咯。誒，你是就曬誒 food 嘅時候已經 cover 過嘅了冚㗎了，冚佢去㗎了。WhatsApp group 嗬，我這裏邊咧，我見你 WhatsApp group 你知冇？係咪嘅？我是講你 group 裏邊，喺你 group 裏邊有60個人嗰種。是我講做咩就係人冇人，我就奇怪啦，我都冇接嘅。actually 有見下你，有見下你。You are not in the group 啦。你是幾個你？因常 post 咗自己咧。60個人冇啊，冇啊。我冇到咧。即係直接會 join 啦，人個店會 join club。係啦。誒，這物件誒。即係留咗誒，即係留咗誒，這裡樣都影看哦。拍 English text 裏面嘅。以後 retire 了，佢唔傾看。對。tapi 覺得就是講你做超市，你做大個超話，你都問下答上者。Take note 啦嚇，即係 it's meant for fun 嚇。Yeah. Meant用 for emergency. Yeah, they share, but it doesn't mean they care. 哎呦，幾神咯！一直 arrow 落去接線那邊啊。你是應該可能咩？嚟佢做少少咧，佢煮湯啊，去食你 protein bar 啦，去連咕喱有刷起啦，你見下我有想到。我 order delivery 啲哦。你問你 order？我就是被 order 你明白哦。啊，你 order 你看人來係死啊！你個被煮湯啊，煮一個。免煮。我阿未出門以前，我係啲佔好事，我係爸。
แล้วว่าโอยกันแล้วก็เลยสโลกูเกอร์กันแล้วแฮชแท็ก好事กันแล้ว就單掉ว่า端處แล้วว่าแห่到見แล้ว我哋就訂แล้ว阿明見聲แล้ว我是 expect ว่า plan 到時人哋係咁設計嘅就 plan 到時人哋講就我唔 expect 到 comedy 物件嘅就แล้ว唔 expect 到講我都應該會出門我別讀 text 咯就冇出門就成豬都應該會出門就成豬便便因為冇時候丟啦因為而家冇時候丟冇時候丟龍That means you 做無夠 research on the surgery 丟啦3點鐘嘅 research 跟你講No 一頭接啊你啊我講急性doctor 講我講都冇梅我講好似嚟真 OK 嚟嗱個另外一人刮目睭嘅即禮拜刮目睭嘅就是人係教三字咯伊教三字目睭見埋我經驗咧我特啲 Facebook 佢哋打一啲即禮拜本刮啊頂禮拜我是早二3節 OK 我3節你哦上一禮拜 OK 我早二3節我是拜3時去刮嘅哦誒你冇讀寫嚇22分啊嚇你個讀 Google Meet 哦冇，because 伊 Google Meet 唔知係咪我頭 disconnect 去，我點解我出去接觸，所以我大 clubhouse 個。OK，行你講。冇 ，because 我嘅 case 同甲阿龍是無相，我嘅 case 是 totally 有影是目睭嘅問題，是講我18，唔是我17歲嘅時，我17歲嘅時候，when 我 after SPM 啊，after SPM 過後唔是有放假啊 ，starting 就等你 holiday 啊，所以我紅遐有一日我去。去toilet 我去看目鏡無啦去看照鏡時，去照鏡時我看到，哎喲死哦！係咪數我嘅正邊嘅目睭，係咧我嘅 iris 入邊啊有一個白色嘅點我都知哦。嚇！了我講死哦！係咪數安尼看呢？我上個是垃圾嘛，是係咪我去吐賣走嘅喎，所以。我嘛險我叫我老爸載我去看老官，我去看 eye specialist，所以係咧 doctor 就教我講下是 cataract 嚟嘅，對，伊講我即個 case 是 cataract 嚟嘅，所以表示講如果攞了目睭嘛目，當佢咪冚，伊用係咧手啊冚掉我多邊嘅目睭，แล้ว我即係正邊嘅目睭就看無，就是看個成個五本你看白白嘅，無咩看清楚嘅，對啊，所以係咧是 cataract。所以我嘛做 cataract 嘅係你 surgery 咯，係30時。你講10幾歲呢？是10幾歲？17歲。17歲啊！17歲。OK，所以聽無係咪屬於呢小人性 cataract？伊講 maybe 是你嘅 trauma，還是 congenital trauma？伊講是我 maybe 是我係你 gene 數啊，無就是講我有 accident， 我特記唔知，我有發生個 accident， 我 injury 我特記唔知講。伊講我唔知。你目睭了未記去了，未來 cataract。所以安尼咯，做下咧 cataract surgery 咯，係陣時我做9年整啊，10年啦，未10年啊。So when 我 after 我好了點先，我就無成日去到對特特尼 ，because 伊人講第一好是特特尼，你去做 follow up 嘅你目睭，嚇，我目睭特特尼你做 follow up，看 OK 咗啦，看有係咪水無啊？伊內邊嘅 lens 啊係個有好啊是無好啊咪啊 check 咯。誒，等下 cataract surgery 係咪伊換 lens 路啊？係咩嘅？我未曉。好嘅 lens。你抄嘅 lens 換線嘅啦，對，換線嘅 lens，所以我就是講個線嘅，可能我看別嘅，because 我做來冇是有啲白鏡嘅，所以我就變做是講我一粒目睭，我別穿 contact lens，一粒目睭我做 surgery 就免穿，我就會看到別嘅咯。所以目睭看別嘅成個是陰陽，安尼看，即係是有陰陽安尼看別嘅，就是即係是講我頭我 contact lens 嚟講啊，我嗰有一粒目睭會使看本嘅。看會到別嘅，嗰一粒目睭會看到別嘅，安尼看咯。所以 because 伊講我未穿白嘅嘛 ，because 我安尼看無 balance， 伊講我紅險咪穿白嘅誒，我暗顯咯，我 vision 啊看別嘅我暗顯。嚇，安尼看咯，所以我就做，我就無去 follow up after 安尼一年啊，所以到到家，一個月4個月1號都知啊。4個月1號是 April Fool，我感覺我而家日子我是貴，係咧。我有一是貴條 April Fool，伊紅險就是日子我目睭看袂到。伊紅險無去啊，伊殺到個你就都無很。Yes，無去，比如啥物事？我是 after 我長 H 來，我嘛安尼看牙大啦，咪切我頭冇切開打，咪個啦，我切，然後 after 我切打嗬，
我死啊，還未數係目睭，我一邊嘅目睭我看物件，伊無 focus 就完全無 focus，無看袂到物件，就只糊糊你看到。所以我就 OK 啦，我做好set 到位物件，我就不是拜六來係直接是，所以我就慢慢去看到對我一個 eye specialist，because 我 I follow up 我嘅物件嘛。所以拄好嘅時我去到嗰邊，不是教我做 surgery 係個 doctor 啲 on call 掉嘛，所以 OK 咯，伊就 follow up 到對我咯。所以伊去 check 我嘅目睭，伊講嗬，是我嘅目睭講我嘅 retina 嗰邊有兩個細細個坑。就幫細細粒坑所以伊做到我嘅目睭，唔是伊做到我目睭嘅 pressure 真懸。I see。所以佢嘅 pressure 真懸嘛，伊咪做到我伊安怎講？伊治到我嘅佢嘅 lens 所以佢嘅 lens 咪會走，咪會加漏咯。because 佢嘅 pressure 小懸嘅數。了解下面你要講安怎風險，安怎演嘅問題啊？伊講本是 OK。即個 actually 即個是我有問 doctor， 伊講佢咪數我 retinal 安尼款嘅物件有兩個細細粒坑。伊講嗬 ，because 你小早做你嘅 cataract surgery 伊講 ，so actually 即個會發生嘅特別，伊講 from 伊人嘅 study 是講啦，干那1%嘅，8%真正少啦，少1%嘅，所以人你俾白表講即個是只，係咪？你俾白表係咪？冇俾你發生錯，但你掉嘛1%人會掉，你唔掉嘛，所以我未俾白表。我小早做，係講我小早做了，所以就變做是講嗬，我有就是100%嘅人會掉我 retina 有兩個細細，係咪？伊講是我嘅 lens 甲伊有甲迄個啊咪，甲我嘅 retina 邊有上加有 crush 掉，是安怎？伊講有安尼款嘅風險。明白。所以變做有安尼款有 retina 有兩個細坑，就安尼咯。所以伊就講你就要做 surgery 咯，特別無講現時做啦，是講你安排好within 1 week 1 week 裏邊要做咯，係咪 surgery？所以我同你講下，即個做 surgery 嘅點數，我同你講下是有影，我想講哎呀，比我做 cataract 點數較長淡薄嘅點數，我唔是想掉安尼。估就係我到喺你 OT 裏邊啊，險啊點正半都就係。頂到都做你技術估？只咩嘢？我做一粒目睭嘢嘛，10個入分鐘就出嚟啊，15 to 20 minutes 出嚟啊。我就想講計講是 maybe 是半點鐘啊，是45 minutes，我冇想到安尼估就係。你有冇講你講阿格就估啊？伊冇講我講偌久，特別意思講嗬，是比佢哋做 cataract surgery 是較複雜嘅。because 伊被夾佢哋舊嘅 lens 被夾出來先，แล้วก็下一期新嘅 lens， แล้วก็伊講被ปั๊一種嘅 gas 嗬，和我嘅目睭入面，所以 because 我係坑，伊講伊被係 doctor 講伊被用 glue 嘛，所以就被用這個 gas， 和我係佢坑 fix 到對伊係坑咯，所以就被和我嘅目睭係坑個較滯咯，嚇，安尼咯，伊就拍一種嘅 gas， 係個 gas 較貴啊 ，CO2 較貴咩？唔知我講你被抓出話9,900啊！嚇，9,900塊，表唔知是做 claim insurance 嘅數啦。CO2 你嘅身軀家己 absorb 去嘅。你講after 2 months 啊，伊就家己會冇去咯，即係安尼咯。伊講 because maybe 是我 claim insurance 嘅數啦，所以就較貴啦，I think。Testing。主要係冇聽到 echo。當然 test 看應該將你 mute 你咪看我這樣 test testing test 冇是我 testing 這是我你先咪別用啊，盧唔是先你咪 OK 我聽到盧呢邊出來我明但我安怎會這個 echo 真係酷啊，這個 echo 真係酷。較久個當然聽到本啊，當然聽到 echo 本啊。我會聽到真係酷。我咪每讓別人啊，讓看到阿 John 嘅 video 嚇。讓看到頭看呢，我當然。John 冇 video。唔是，我好像是唔知係咪 brand 嘅 logo 嘅。就是琴晚係你 Google Meet 冇嘢 video 啊，都就係。Sorry，我就話，because 什麼？Klingon 嘅 flag 嚟啦，係咧是 Klingon 嘅 flag。Klingon 嘅。呀，喂，這個真衰啊！叮叮啊！
secondary 到底帶出來位聲是 Hello 哦我 iPad 嚇 Hello echo 2-3秒 Hello 哦我電話哦冇了OK 我電話聲出來 OK 冇了OK แล้วก้าวสาจิก็ continue 講 sorry 我真係 echo 我未 focus 我講佢到咗邊？你講 CO2 嘅 gas 攞過之一個幾冇去嚇，個嘅冇去咯，你嘅，所以我困嘅時候我就俾，我困嘅時我就俾，我邊就俾，按照講我是安尼款困嘅嘛，特別我是俾困，我邊就俾facing down 都知哦。嚇，你邊就俾嚇，對。伊講袂使啊，伊講你袂使拍落去，你就要向天向。我是向天，我要到頭邊，我嘛。冇，伊講冇，唔可以叫伊哦。嚇？你講你老公叫你咩？我困嘅時候，我袂使向天，我要到頭邊，我邊。所以你面就要冚到啲尖頭位。嚇，對，伊講你款困，要學下你 guess。伊 fix 到對你嘅坑嚟，電腦嘅坑嚟講。實掉。哎呦，你或者坑開咯，你把主角包掉。到時一 suffer 咯，特別困。伊會學啊一個扣咯，特別冚掉我嘅目睭咯。特別是2禮拜爾啦，伊是 prevent 是講我困嘅時候，我嘅手會動到我嘅目睭是啥物？特別是干那前2禮拜爾嚟扣掉我嘅目睭。哦。然後到伊講特別sorry 冇啊啲真，我 sorry 我問題嚇咧。所以我去到對review 嘛，就是咧是喺度講無咩物件啦，是講佢咧 gas still 做我嘅目睭入邊嘅 pressure a bit 高啦，所以特別continue 去跌佢咧藥水咯，佢咧目睭嘅藥水。所以我講啊，你困到俾困趴掉困落股。阿個一季節，嚇！一路會困咩？就是白咯，就是個車了啊！你唔是有看到我 Facebook 有一張我下大下邊，我就是拄好啊！我有一個 photo 嘅喺度頂啊，伊徛我白啊，所以啊，我就是安尼看我我就是白困嘛，趴掉大下嚟桌頂下邊困，安尼我只扛過。哎呦正啊！頭嘅時啊，哎呦我白關係，特別了 after 即個 one week 我感覺我 start 慢慢會關係，我係困咯。安尼款困啊，無安怎白困？我未 deep sleep 啊，就係我近日上我困1點鐘2點鐘就醒頭嘅事。你哋愛找一個 spa 嘅門診，當一個有一個坑係你去面頭嘅嘢。massage table。冇啦，冇需要咧。對 massage table 對。有一個坑。OK 啦，所以我一代咩啫啦？禮拜幾啊 ？OK 嚟。當你燒到困頭邊個？燒 continue。哦，哈，誒，你咪亂咗穿褲啊？穿褲嘅，because 伊講，我邊無講直接嘛，你係使我你使困邊啊 ？move 去 left 或者 move 去 right 哈 ，move 到邊啊，你免講。你使困邊啊啦？你是講你使安尼睇到，你袂使，你袂使。頭會使，我頭會使 land 嚟講。喲，我頭會使 land 去 left right 嘅，講你免直接安尼款困嘅。安尼款咯，阿龍食咩？伊度好啊，即個有影無相，教下你做 cataract surgery 有影無相，一人問我，係咪數啊？解係咪有講有影一個唔是你笑掉啊？教下你有影是比下你做 cataract surgery 真複雜嘅咧。because 伊近係麻藥多目睭爾，就我知伊做下邊別嘅喎。哎呦，吉利哦，貼到我困睇咗下邊係你 surgery 入邊啊，我貼到係你落棍㗎，你講話都就係下夾你咩？夾你係咪 cutter 啦？係咪 forceps 啦？係咪吉利一多對別嘅貼到啲別嘅喎。你有時講我拍針好啊，困起啊，我係咪本唔知嘛？但係我會知啊，都知我依近日跌喺你麻藥多喺目睭。有個人估啊，點幾正我唔10個分鐘喎。點鬼正，我真吉利，做到阿多去。阿龍，我只，我咪請回攞出門阿龍先。I mean 我明白即係教啥子啦，教啥子是伊個
目睭布嘛。了阿龍，你是做目鏡，你是無是甲穿目鏡噶，還是愛水啊？啥物？你會使甲我講下咧？愛水我是愛水，啲目鏡甲人打嘅，特別咧嗬，我嫌啲目鏡麻煩，所以我是希望講我把刀嘅接落嚟嘅人生裏邊咧，目鏡是 decoration 啊。哦，成個情連人嘅款，愛情是就情。有就青，無就免青嘅，你看咗。哦，特別你一落來想，你想到久咧，就安尼款嘅穿目鏡，是你一落來穿目鏡，你都感覺到無方便咧。無我迄點時一落來有想呢，但係無正去。那是你朋友係只係做時行險想到。你朋友做嘅時候，你行險想到，還是你較早已經想過？我朋友做幾嗱隻朋友做嘢咧，係了我對個 office 咧頂兩禮拜整，有一個同事白路做呢，伊白路做兩三日啊，一禮拜嘢呢，係了我看到伊啲新嘅物件，我咪講伊是唔是買新嘅物件，講啊，我這是 blue light 無度數嘅，講係咪意思無度數嘅？因為我白路個做垃圾呢，講啊是嘅，係了我都有興趣喎，我興趣做到對嚟咯，係了我做咗之後咧，你幾想自己做？叫伊介紹我，我就是幾想自己，我就看你地圖咧，誒，我做過每一件嘅，我玩嘛，所以我咪去做咯，做咗佢後咧，我個發現咧，我 office 裏邊有一半啦做過㗎咧，哦，我做過嘅，有一叫是20年整就做嘅。我啲想看 ，OK，老實講，對個嗱，你講先，講啥子？古早我是在啦，人做隻綠色咧是一個 trend 嚟講免清白嘅嘛。對。啊 ，actually 呢是對伊人來講是真啊少數呢。啊，有一個 trend 過嘅免清白嘅，你做啊就是白豆免清白嘅，安尼款咯。對。阿龍你嗰個進步咯。阿龍你若是愛選，你咪去 clubhouse 會使選啊。你先啦去 clubhouse，你問題唔是你，問題是我嘛，較早是啊。我都個知啦就。無我知，我是成年了，無啥人呢，嘅死嘅呢，無我是成年了，我唔對我沙拉咯，唔要見到聊一隻下句咩？OK，我妹妹，一餅兩餅三餅。OK，一冚咩啊？阿龍冚咗一個嘅。OK。但我是阿龍攞餅佢賣先嚇，唔是我嘅事啊！阿龍去食下菇。阿龍冇聲氣啊！你 clubhouse 冇開啊？冇啊！有啊，我聲對嚟。OK，對嚟 ，OK。冇對嚟咩？有對嚟。แล้ว我ไป再講你是，我感覺到啦，你有淡薄成個。18小型這種，對，我是18小型嘅，對，actually 是18小型嘅。伊是成個伊卡住帶，我能閃小型嘅。對，我是卡住帶，你就說，你看 ，because 你就說 ，because 啊，我同你講，這個物件真係時間，對，一隻破湯嘅，成個去 7-Eleven 我去做佢哋刮毛咯。掛埋我就要做掉咯，係啦，做 facial 咯，係啦，做白照咯，做喙齒咯，即係咩嘅咯，即係cosmetic surgery 咪有。阿龍啊，你唔係識琴嘅聲啊，但係我睇實大聲。你 volume 琴開 scan。看辦你對內後我能未建議啊，問阿古。我能未建議啊。係啦，南西，你變虎啊，配件咯，當然。二個咯啊，小聲刷聲個，小聲刷聲個。刷聲，小大聲，對 ，clubhouse，大聲，安尼款咯，嚇，OK，แล้ว安尼款，OK，即係我就是要再看，你18小型做人好，但面說是你想要看，真係大嘅成個要去做之類，要去做嗰啲款嘅，แล้ว你去做安尼款嘅手術好，手術叫手術咯，去做手術是上個只普通物件韓國嘛，你愛去做下面物件，乜使做？所以你八項手割目睭，八刀要做咩事？你愛去刮咩？我被天頭毛，做implant 頭毛。implant 啊？天位但生位 implant 頭毛。哦，頭都係頭整啊！迄本是新加坡，迄本是規個老本有嘅物件嚟。到底頭整啊？你被 implant？你本愛天頭毛啊？我變阿涵。我係 hairline 啊 ，naturally 剪得慣。
哦，我一个 five head 的话，我拢啲過咧，five head，five head。但我看我就這，我係 four 哈，你是五你 five head。我嘅 cousin 啊，伊甲我帶回啦，伊生一個 baby 啊，伊會講伊嘛是甲我講，伊講 three adult finger can cover her head。baby 了5個月了。哇，是 six head 啊，你是。特別響韓女仔企喺中，我直接夾唔是叫人正耍當耍晒了啊！了我俾每把人個，就是人把刮佢把蕉誒。我白叫你講下你嘅經驗是，應該點？我係較濟人做拉色，還是你色，還是你色是因為買清白嘅藝術咯。because 伊是互人人看見嘅人咯，看見嘅人嘛是就清白嘅，要出入，要看遠。都要穿白鏡，所以看車行路，加了都要穿白鏡嘛。因為看見嘅人，敢若會讀冊爾，看見嘅物件了，唔使白鏡，大項呢都要用白鏡了。好我呢，我13歲 ，starting 13歲時都要穿白鏡了，若是無穿白鏡，我會浪病嘅嘛。所以你多到這？冇吉咗滾啊！baru 我power baru 3點5啲話，多少2點5啲話，正少特別，你想講少呢？不，真正坎坷了。我冇清白鏡，我未看到車牌啊，未看到後面了我要做嘅事是我40歲我 start surfing 嘛，所以 surfing 是潮水啲海路度慢慢係清白鏡，所以你實時穿 contact lens 啊？goggles 你會穿 goggles 用有包嘅 goggles 你會穿啦，特別最要做嘅看可能潮路嘛，咁麻煩騎呢？嚇，你個講到 Lucky 是個未看到啊？所以有一道我去咗啦，頂時我啲 surfing 嘅時候，我兼浪條魚呐，啲那邊啲水我兼，所以我條斜鏡咯，我講個好，你若是要 continue surfing，你袂使，你都要做你目睭較好時了。所以我去找我朋友啦，我當時啲英國嗰邊，是開到做目睭嘅local specialist 咯。所以伊講所以伊就要查頭先啦，看我係講呢一舊無，伊舊了我了伊就要看我係 astigmatism 本是做參。astigmatism 是啥鬼嚇？唔是 astigmatism 是你知咯第一好嘅目睭是伊嘅你嘅 cornea 是 perfect spherical perfect sphere 啦，or segment of a perfect part of a perfect sphere 咯。sorry 我特別講阿莫話，即係寫上學習嘅名字，我未講佢學嘅話。so 特別真正濟人有 astigmatism 是伊嘅目睭無暗耳。所以你嘅 focus 是 off center，淡薄啊是 distorted。所以這是近視哦。但係你講近視，這是 astigmatism 就是近視 ，astigmatism 是見山鬼。astigmatism 山鬼啦 ，OK 對。你目睭一窟安尼款咯。山鬼 ，OK。你嘅 cornea 唔是 perfect circle， 所以你嘅 focus 本是無。對啦，學嘅話叫做山鬼。咱叫山鬼。因為你看到 ，because 你目睭顯無夠圓少少，你接來是你看到只隻
步啊，伊只只 image。你識，好似唔是干那做好路免清白嘅，一般是會 correct 你 astigmatism。哦。แล้วก็你本嚟啦，你識本嚟 correct。你在咪數定擺人未做你識แล้ว較換人個會做你識是因為係咪數無？是因為人有電腦，人有 computer。because 你用手你未做你識嘅，依邊咧準，依邊咧 precise，你有 computer，你 program 嘅 computer，你係 spherical aberration 或者แล้ว伊個 laser 會掛。伊個 laser 掛真正準到 micrometer 會準，了伊個會做。so 伊查我 astigmatism 查我 power 或者，所以伊講你會可能教嚇。伊講我係做好路啊，好路免清白鏡做一個。看遠嘅目鏡啦，你都看你我啲清白鏡。老花無像。這裡是被讀物件，這裡目鏡是。我買啲菜店啊，是買讀出嚟 magnifying glass 呢。特別睇下我無目鏡，我係看個真遠，我有 perfect vision，看遠我有 perfect，所以伊刮互我可以夠 perfect，so 我係較達啦，攞邊做， so 你就知我看車嘛，我愛看車啊，我看過看車啊。伊上日呢，上下晡呢，我做嘅時候，所以我係是你識，唔是上個阿龍嘅 ，OK， 你是刮南面嘅，所以我刮南面嘅，所以我呢，因為較快好，因為我係講呢冇影響到，我天伊人係我係外邊嘢都對嘅時啊，你就看到啊 ，vision perfect 啊，immediately instantaneous 啊，車妹，所以我出去嘅時候，你看到對是伊個機，你就俾係講什麼？伊是伊個機曉曉嘅，唔知做伊聊咩？係要好嘅什麼？冇，你唔是喎，我條聽到，你再有個 doctor 講啊，我。伊當時用係咪 eliminate laser 嘅 machine 咧？我聽我 doctor 時講有係用係嚟做我目睭冚我目睭多對。我是係 elimination 啊 ，elimination laser 嘅物件係咩？你係講呢？誒波誒 good 啊！你只係就啲你係白豬呢？呢度吸到對啊！哦，成個 clean film， 你睇咯 clean film。特別你咪是俾晒嘴白豬哦。對，我驚，我本來聽人講我會做咧，但我驚，我講俾晒嘴白豬。冇，係咪數誒？你老直接攞。最近有人老師講冇物件啦。其實冇物件，真係數啦。特別你咪 expect，你成日 expect 面嘅啲成日感覺點？是咩？安怎個大聲呢？我琴日就寫先係嗰度，喺個大聲個啊！真正大聲個，你冚掉，你冚下咩物件？你夾當你讀是 clubhouse 啫，你冚嘅咪被冚你冇no cluster 嘅 volume。我就是冚冇no cluster 嘅 volume 咯。嚇，你冚得了嚇？你看個大聲個啊？冚得了個。等一下先先。講就大聲啦。你看啊？講。較好啦。你看較好啊？我聽唔到佢幾時嗰陣，我聽唔到 monitor 嗰陣。你佢大聲，你睇佢大聲淡薄。大聲淡薄，你看。較大個實際啊！係，當然。你大嘅 monitor 你個幾啦嚇？對，你 headphone。我就是你 monitor 裏面。冇你 monitor 咧是冇關係㗎，我人嘅 monitor 是你個機聽到嘅，然後你 mic 嘅 volume 是我人嘅聽。特別我從來唔捌細過啫，我就到佢版本是這裡。就所以講，我總是只大聲。講嚇 ，OK，講。特別人講講大把聲 OK 喎，係了 actually 你看英國講，伊講一直do perfect vision 啊，你特別你問 expect 你家己本身嚟講嗱，你未必你bằng 3節人買做工，你講你做一個安心嚟咯。伊就講好我頭先了，我係做多好伊誒。在掉做好我 perfect vision，所以隻嘅事係咁講嘅。哦，你本事我係包咗本事冇真正大。我就講你聽了3點5啲話做酒餅，2點5啲話我係醬酒餅。伊講嘅話，那是較加較5點空，伊就被做好我 perfect 了，伊就被掛上去講嘢。伊唔係
你袂使成個玩咯。對啊，我本時安尼看我包，我要看我包嗰就謝啊。我8點過嗰度，我是8點過。哇，你真謝哇！我是應該當嘅3、4倍。但係其實我冇啲物件事，我是看袂到物件喺度。One thing 特別一掛係是我捌掛過四刀了。哦，我頭一刀咧，我30歲、32歲咧，物件掉啲我目睭，我去追了我個呢鼻去。哦，了伊特別去emergency 甲我做，伊甲我寫裏邊了，特別要甲我講聲韓國中講，伊講你 just 袂使用你目睭了，伊家己一個念就咁樣啦。แล้วว่าโจ LASIK surgery หนอเต้า because อีกว่าก็ไม่คนเนี้ยจะเก่าไอโจสาเต้า so ว่าโจอีมาสิก็ลูกกว่าจิตเต้าอีก็ลูกกว่าจิตเต้าแล้วอีก็แต่บีอีก็ลูกกว่า perfect แต่บีก็แล้วหลังไอ healing process บ่เสียง so อีกว่าไอซีสิ perfect แต่บีลูก heal แล้วไอซีก็แล้วหลังไอ recovery บ่เสียงso ว่าเลยว่าสิ頭一刀掛是，我 vision 是 because 我去做目鏡是，你睇下我特只是用我目睭嘛，看 spreadsheet 看 number 嘅，所以我迄個 optometrist 後我目睭嘅時啊，伊比2020更加好咯，就我目鏡是安尼啦，所以掛是一直掛2020，所以我就解講我無 satisfied 啦 ，because 我講 perfect vision 嘛，所以我 improve 我看，你目鏡是好過2020，特別我個掛係是2020，แล้วอีกว่า講，伊講你 recovery 個了人無想 ，but 若是講你了有人過 continue taper， so 我 continue taper， 了過了3年，我 because 我是 lifetime guarantee， 我嚟 TLC 啊，是 the laser center， 伊是 lifetime guarantee， so 我去第一刀時，伊個我 fix 我係山關啦，特別伊本甲我講我係山關未 fix 個了 ，because 我係骨上大。你還沒想到你活，還沒活哦，活啦啊！你點樣活？我想要活是目睭，伊個貴啊目睭尖叫做活，目睭活啊目睭尖。你話我當今你是特別啲目鏡，伊個我講愛做第3刀不會使，特別我買啊 ，because 你做做你目睭就大。哦，會大哦。對。你做伊要個你講成個。我人這邊未使做啥，你韓國嗰度，我人正特別 consultation disclaimer， แล้วว่า去 TLC 時啊，伊doctor 甲你講，伊未使 ，OK， 你家己特別請家己嘅目睭嘅 doctor， แล้ว你掛咧是你 doctor 過你 recovery， แล้ว你 doctor 若是無贊成 ，because 伊是 lifetime guarantee， 所以若是你 doctor 無歡喜你 recovery， 你 doctor represent 你去甲 TLC 講 ，because 伊my conflict of interest。你講話你嚇，你講 OK 啊，你嘛是 OK， 但係我想變咗成年嘅關係啦。英國本嚟人未使做上加啲韓國嘅咧，伊人 consult 個路，แล้ว講好路打行，因你嘅 questions 個了伊有一個 cooling off period 2禮拜。伊人未使做，我未使哦。韓國係糯苗，韓國係糯苗咧。糯苗一揸住就，一條表咧就，呢個好累啊！你佢哋看到一頭書，以後你食藥，咁伊愛聽講你上 nervous 啊，你上緊張啊，伊影響到伊，所以以後你食藥了，食藥有個人伊講以後你食咩啊 Advent 嚇，你知是咩 Advent？ 特別我食了無效啫，我 too much 啦，你是 too much 啦，我唔知啦 ，tranquilizer 了伊個你講，以後你嘅 option 了啦，咧特別我無食啦，我對嚟是嘢咧藥，我無食咧藥了。แล้ว第4刀冇第4刀嗰時我目睭成膜，แล้ว特別去牙力多扣，แล้ว伊甲我講是應該是45分鐘，特別伊扣未了，你過嘅時啊，我會怎講？我會感覺就一直扣，特別無聽，了解講，你會聽到伊講話嘛？伊大邊講啊，伊講若是講你感覺，你會 feel 到嘅時，你甲我講，我嘛解講咯。แล้วหาแล้วอี想講是45分鐘可以做แล้ว特別อี講想อีหมอ想搞อีก็ไป慢慢เข้าแล้วอีก็แก่หอลูกเอวแล้วก็再把ตัวนี้特別ลูกสิบุกคนนะ7點鐘ให้กับลูกเข้า so
迄个目睭嘅物件，咁咧我是掉過㗎了，我真驚咯，我想阿龍，我知講咧目睭都是只驚，打下，實際係只驚。我知講我是 disable 啦嘛，所以我真正驚掉，所以特別這邊嘅了，我是愛做LASIK嘅咗。我看真濟人做，特別我唔敢做，because 我驚。我嘛是驚。我做嘅啲我 because 我驚我未做工嘛。我嘛是想我做物件，咁啦，嘛是 visual 嘅物件，我特別靠目睭攤淚，我嘛是袂我死哦。我就去。哎呀，大人嘛是用目睭嘅，係咪？你想人用 the force 啊，係咪？冇啊，我做 design 物件，那是冇啦，我安怎啊？你係叫 voice over 係咪？我袂做 design 是 voice over 嗰度講係咪 ？voice over 你佢咗 ，voice talent 你個物件就你個 audio book。我 layout 我袂啊咗，我做 layout 是講 make it pretty 呢，你睇 That's why 嚇，當時我不是做啦 surgery。了伊真濟 clinic 誒，所以我去嘅時我真驚咯。了我去迄個 Tiger Woods 去 ，because 我去看一日 Tiger Woods 嚟做 advertisement 嘛，like for 真濟 professional 啦，你 engineer 啦，你目睭啦，看你 microscope 嘅人，咁了你 scientist 咁了啦。所以我嘛是去一個 session 咯。了 Tiger Woods 講咯 ，why 伊經一個 TLC and 伊個 recovery 咁了，係咪咁了？所以我感覺伊講了真好啦，所以我嘛去做咯。特別我做嘅時啊。是這邊執清，但是我看到咧阿龍安尼放嘅時，我感覺無。嚇，規律喎，阿龍都冇講過女嘅規律。阿龍。講清白呢，新加坡女。我講啦嘛，我清白嘛，新加坡啲清白呢，攞嚟白照。攞嚟白照啊？攞嚟白照。你扮嘢？新加坡女咗 ，Malaysian ringgit 啊，六清咯，攞嚟白照。係咯，新加坡照，我知，你做新加坡照，我你睇我規律。我係硬做70個呢些類。哦，70個呢些啦。Because that is why 就係技術要 competitive，有隻技術嘅咯，真係 competitive，真係扮嘢。And then 是真係硬做呢，doctor 講㗎。係啦，要學 looking surgeon。แล้ว要學bio 學講experience 啦，係咪？แล้ว阿莫包叫我經係你 doctor 一百嘅 ，because Dr. Jelly 是佢去做即係 cataract 係咪咁了嘅，所以講較好經一個 doctor 會做吧，但行本嚟曉 instead of just 做 LASIK surgery 呢 ，because 那是講你 recovery 有蝦米事嘅時啊，伊個情形伊個 experience 會較懸，所以我去做時特別我有陣時我係心是噗跳到嚟真正驚。你講你做四刀，你開頭一刀是3幾歲，然後接落第二刀是就幾？我頭一刀是唔是講我自己愛做，是我做嘅目睭要裂去嘛。OK。裂去一邊。特別係你唔是 LASIK 啦，係你唔是 LASIK 啊。特別伊去叫迄個 doctor， 迄個 eye specialist 嚟甲我 flash 啦。了要甲我講，伊講特別咧，你目睭 maybe 後過會有數 really 咯。都邊嘅位是較大咯，所以我目睭當然是真大咯。所以 that's why 伊叫我每項愛做第三刀嘅時候，我講我咪做啊 ，because you 做是 you 大。我會叫人哋試下叫人哋嚟，我會問啦，即係我當見我聽下，佢特別想做，特別個驚，個唔係代我成個買啊，同樣所以就會問即係等陣住人咁樣做過 LASIK 嘅人，這邊住人clubhouse 有人專門做過 LASIK 人起來我問啫，所以我特別去驗，但是講我愛做啊。特別我個驚喲，我那時我愛做嚟講啊，我會每句下面講，你講做一目睭大小，伊有，但是我未做，你當今做嘅物件喺度。Actually，你當今做 YouTube 裏面做嘅物件，我當今未使做嘅啫。Because 我目睭驚。And then 我同你講，我當我doctor 伊甲我睇我係 tear ducts， 我 tear ducts 是睇咗嘅啫。So 你考嘅時，你目睭未流，你 tear ducts，because 伊上大了嘛，然後佢俾用藥水，特別咧老實講是無危險，是個人嘅 recovery 無相，我是衰，我嘅 recovery 無安尼好，所以英國用是真 lucky 咯。所以我當然啲物件。那是講我愛做嚟講好，我會伊個大目睭大嘅影響你入面，至少我because我看 computer screen， 我直接看 maybe 我車掉點先開始是 on screen 嘅咋，因為我做你坎坷啊。
No. 你咪想想第二嘴咯。你 baru 做嘅事，你較濟是，你若是冇 complications 啊，你會目睭，是唔是打到個永遠，你再冇事，你 baru 做嘅時間，你就俾過可以免可以打呢。我想你base simple 嘅operation 冇 complications。攞嚟拜呢就免煩惱打了。唔是迄種嘅打，我係是迄個 dry eyes 嘅 condition 物件 ，because that's a different thing altogether。你嚟是啊，你想 OK，像個人拔刀 right， 有個人刮了啊，伊拔刀了伊無食，所以伊無 scar tissue， 伊皮成真好皮膚嘅人啦，我是迄種臭皮膚。一刮掉了，伊成個有 scarring 嘛，所以伊講我目睭啊，本正是打了本呢。你情形成個人嘛，有個人嘅皮是打的，有個人嘅皮較水水嘅嘛。我目睭本正是打了嘅，所以我個刮了是我 healing process， 唔是講較真正好。That's why 我 condition 當今是 called dry eyes condition。所以我目睭肉當今啦，是就講啦，我目睭肉是 prescription 嘅。artificial tears。to be prescription and 迄個目睭藥當今嗰時就講我唔要講伊唔是講伊 because 伊目睭藥真貴，所以真濟你愛用迄個 prescription 嘅時，你特別有一個 eye specialist 互你 prescription doctor 互你 prescription 本 insurance company 本買冚，伊本買 cover， 伊干呢愛迄個 specialist and then 佢特別寫一條批。because 我嘅情形是當今是真正大嘛，所以我頭晚亂講做咩事嘅時啊，我啲點目睭，我特日早起食起來開，佢早是食起來呢，未看到迄個alarm clock 嚟做，半暝我本特別啲目鏡，梗係看到 alarm clock。當今咧，我一開目睭，我特別點目睭藥，啊未困嘅時特別點目睭藥 ，but 即個是我家己，所以唔是迄個人刮無好，我家己嘅身軀是本正嘅目睭是拉咩嘅。OK， 我問我係多數啦，當今我看到我去補啦喂 prescription。我刮嘅是我目睭無你個2點2個嘅，我目睭無深，我目睭無你2點2個呢。是我係 recovery。John 你係 correction 是做啫。OK， 意思我看一邊寫 -5.25。加 -4.25。所以有可能啊，伊會做好你免刮目鏡，有可能啦。我 just roughly 啦，有可能會做。特別我特別去檢。你特別去檢，你特別去 consult 個 doctor。特別你要 decide 要做還是唔做，你特別問家己 what you want to achieve。你會係咪咪？你若是會，你會目鏡較近較近較無，安尼教你。OK， 你會彈安尼款 ，OK， 你會彈。你若是完全冇買清目鏡了嚇，都較坎坷。買清目鏡做一個呢，較無安尼 certain， 較無安尼 sure。OK， 我這問就是，你若是你做這個 LASIK 是 LASIK 啊，若是講我是 qualify， 我是。教我係目睭，我看你教嚟講，我通做 LASIK 嚟講，我會使我嗱，你會使想講 when is prime 嘅，你使較，你使我當然驚個 ，OK， 我咪等幾幾年啊，然後個 decide OK，maybe 我較60歲時愛做，你會使較少年時做較好嘅是 enjoy 啊。但行本是較少年嘅較做，而家做 heal 較快。doctor 會講少年時，唔是安尼本。One of 這個情形，大人本經驗嘅，你愈老，你會看到愈大，愈定。所以你要刮本是較坎坷淡薄，特別本是有好有 pros and cons 啊。伊個 pros 是你愈老，你會目睭較袂換。vision 較 steady 啦，你較 stable， 特別較你是未顧嘅嘅簽咯嚇。特別較濟呢，伊人較要做。高嚟你較早做。較早。你我當今日老一個10歲一做要上老未？
你做小老呢，你無談個安尼濟 benefits。 enjoy 那股哈。because 你較話未死了。哈對。你較少年呢，你 enjoy 較久。你有較濟呢個 enjoy 伊個 benefits。特別你特別，我特別 emphasize 啦，係咪即係阿三講嘅是，你一掛你一本伊若是講互你伊個做互你2020本啊，你特別會記。點寫過是你嘅目睭本是伊本是會換淡薄，所以你頭先2020特別。冇可能，冇嘅講英文嘅2020啦 ，OK。他那我是好好奇啦 ，because 他那一本是好了，他那10年過了，我本是會看，上到100做嘅那款。所以我是講過定，我出來時我現在出來伊個你個腦嘅時啊，都多好是伊個 great full moon。哦，10個。魔鬼哦，魔鬼就魔鬼，我用我家己目睭看，我想看大行看甲了伊個馬經，甲了伊個看大行啲伊個鬼啊，我想病嚇。The last time 我會做呢款啊，我巴如10歲呢，應該冇用白光看鬼，冇用白光看啊。應該我未รู้我未รู้ OK แล้ว我看咧目鏡咧我 prescription 我治療不要看呢隻是 CYL 咧嚇 CYL 是唔是 astigmatism 嘅 indicator cylinder 是唔是 indicate sphere 所以刷罐嘢咧你個 astigmatism 是得一嚟你得睇 sphere SPH sphere 是唔是嚟度啊 sphere 是人嘅 astigmatism 啊Correct. 哈？哦，我係 sphere 特別咧，我按照看我 astigmatism。I mean 我係 power，即係 CY power 我係寫到 sphere 位，แล้ว係 CYL 咧，แล้ว係 axis。我是未曉看。我未曉啊。axis sphere 加 cylinder， 我知是 sphere 是較濟是sphere 是較濟 measure 你 astigmatism 嘅。แล้วก็我特別係你是我กับ你講嘅 -5.25 加 -4.25 呀，係你是我係 sphere 喎，แล้ว係 CYL。你是你係 sphere。OK，maybe我唔是白鏡錄過。CYL。我冇下面100%。แล้วก็ axis。Yeah， could be CYL 嘅 axis。CYL 嘅 axis。because 我就講我聽咯，啲 focus 冇上 shape。So 我 CYL 是 -0.75， 特別我 axis 是173加143。我唔知是。特別我算過咩事？所以做 LASIK 會驚你astigmatism 咩啊？你講？伊會驚你嘅 cylinder 加你嘅 axis 本。OK。特別老實講啦，我係驚是安怎驚 ？Because 你成一曲 right？伊嘅是啊，伊頂面咧，伊刮，伊頂面，特別你若是曲了啊，伊未寫得。哦。所以伊有甲你講，伊有甲你講 ，and 伊問你嘅 objective 係咩？像我朋友啦，伊特別用，伊本是 advisor 嚟，伊特別請迄個 contact lens，แล้วก็伊目鏡像甲 Coca-Cola 嘅舊，伊把你講。John。Yeah。Cylinder 加 axis 是 the measure of the astigmatism。Sphere 是 power。Cylinder 加 axis，so 較大嘅 G， 較正啦。So 我怪這本咯，我 astigmatism axis。你嘅 cylinder 是包 0 point something 是冇。0.75 攞你本，特別我 axis 170幾。Axis 是 the orientation of the astigmatism. So astigmatism 是how many bang? It can be 360 any of the 360 degrees orientation. astigmatism. I see. So look, focus off center 啦。Understand what I mean？ 我是真驚咯，當今我是驚講嚇，因為我情關是目鏡嚇，我冇情目鏡嚟講，我本是冇咩看到物件嘅。是講，驚啦，你是免驚嘅 ，because 你 OK， 我朋友啊，伊甲我朋友講過咗，伊刮甲安怎本啊，你特別啲目鏡嘅，
So it could is be double 咗，it be 係你 contact lens 有啲白鏡，嗰時 Coca-Cola 白鏡，你家看到。我是想有啲人是想目嘅只教咧做 OK， 我是講我感覺到我冇咩需要去做你，我冇講感覺到清白嘅麻煩咯，所以但係我未做過就成日看咯。OK 啦，所以你特別 consider 你看那是清白。那是清白 original 係係咪數學路啊？你特別每路家己，係咪數我俾可能去刮我嘅白珠？伊抓伊嘅 side effect profile 抓嘅本是唔是 zero 嚇？所以你若是俾我一項 side effect 上面呢？若是講我誒，若是講我嘅目鏡我免清嘅啦，完全免清嘅啦，你我近日俾清見你目鏡我老花嘛，我。第一大 side effect 係 motivation 呢時我做你 trifocal 嘅物件 multifocal 物件真貴。所以若是講我做 single vision 嘅物件，互我看見嘅嚇，咪是較方便咯。較便宜哦。你在頂到時我細漢嘅時候，我細漢啦，我少年時我嘅目鏡我冇老花嘅時候，我做隻目鏡是屬於目鏡，即兩看到隻新嘅目鏡嚟先。然後這是 single vision 嘅，所以我當今做好，我嘅目鏡當今我是清 everyday 清嘅是 multifocal， 所以我看遠看中看 computer 嘅時候，梗係看近，目即睇清嘅時。然後我一副咧，我是做 extra 嘅咧，係到厝是跟他看 computer 呢。因為我到看 computer 就唔使只等只濟，所以我跟他做隻 single vision 是看 computer 呢。所以我遠物件我看唔咪到啥，我 office 冇住 one extra pair， 我到 office 嘅時候，我要看我嘅房間嘅 thermometer 幾度，我是看唔到嘅。我特別換到對我你平時物件。所以若是講我有做啊 LASIK， 若是講係成功嚟講係。我會好冇100%滿好啦，伊會變我當今嘅好啦。我會成個 maybe a function with single vision， 係我看老花看近嘅咯。係你我都會考慮咯。actually 我是連老花本做戲咋。老花本嘢做嘅啊？我唔知老花老花本嚟做嘅，即係我係 surgery， 但係是連老花本做嘢。但係是你講老嘅時間老時做嘅，可能你是你老掉花嘅時你去做啦。你係講你無老花，你無老花嘅話咧，變咗講你有可能無老花。係啦，我是有老花了嘅，伊連老花係嚟保護一般做嘅。你就我覺得講嘛，多病嘅目睭看遠，正病嘅目睭看近，所以我老花 vision 係問題 fix 嘅咧。特別咧，哎呦，我咪做攞病嘅，我未攞病。特別咧，我 actually 我做特別咧，one thing 我老實講講啦，我是冇 recommend 係你病，安尼病 ，because 你 depth perception 啊冇嘅。Yes, your stereoscopic perception. I regretted that. I honestly regretted that because what we just 看 spreadsheet 見嘛，咧佢看 computer 咧佢看。英國 presbyopic。我教你講，有啦 ，OK， farsightedness 老花 ，so astigmatism 是係咩話？雙觀，是咩話？你講老花 astigmatism 是咩話會？係咩話？哦，係咩話 ？OK， 雙觀，伊觀雙去都就。伊 reflection，伊 focus 冇去啊，但係伊叫雙觀，啊，伊是對人見。觀步步。雙觀，雙觀。All flower， all flower 是老花啊。OK， presbyopic。我知 ，because 我經驗過真濟啊，但係我真驚咯，你目睭。看見呢？我是冇看見是有係咩話？看到見啊，但係是講啊，你近視咯，myopia 是近視，近視視就是看嘅時候咯，見就是你啊嘛，近視。老花 ，all flower， 近視老，而家是 all flower 當你自己就。雙觀，近視。所以我特別寫咯，我
冇變 retain。OK，感謝各位做功課。有你 focus 冇 focus 要散去啊嘛，咪是散咯，散去咯。依句佢冇係 multivision 嘅呢，就係 multiple vision。OK，感謝各位。我當佢是真歡喜嘅咋。啊，我รู้จักว่า真歡喜啊，because 我有陣時看到物件啊，我真係冇做，我真係歡喜在這裡。好啦呢。แล้ว unlock 呢個 new level 哇 unlock new level 啦แล้วปัจจุบัน時候咱看ปัจจุบัน是龍對那時候一個刮把下面件事，咱個再去做無上嘅 topic， 嗰即是刮把照 topic 嘛。債頭毛，你講嘢債頭毛嘛？個債對債毛。你諗曬物件啦，但是我債頭毛嘅話，咧，我無需要你甲我看湯嘅面嘅啦，你物件。我無需要麻煩喎。嗰你咧每晚上鋪咧，上鋪。即係 blue light， 即係冇多數嘅。我感謝啊！而家都唔嘛，一炸掉 blue light。我俾感謝你人嘅。掛水，一是 blue light， 我臨攰啦，冇講就臨攰。我俾講嘅就是我就感謝咯，大家嗬，有一邊咧學見犧牲嘅物件，犧牲啊！我都到這裡咧，我所 appreciate 就係乜嘢就我係 iPhone 嘅 accessibility 就，三你邊個定啦，一個幫大嘢啊 ，because 我拜六做，我拜一度都要做緊嗰做，係啦，我當時就請佢講，要拜六個做，你見到做緊，你看到乜嘢咩？因為我就係做過嘅人，有冇經驗嘛？但係我 email 啊，我嚟望，我 email 是看到4個做完嘅就，我辦個真係大就 zoom in 嘅了，我寫 email 是看。真係 zoom in 嘅啦，所以我嘅 handphone 冇是三厘 jari， 乒乓大嘢。即係好多 accessibility， 但特別係我是講咪講亂，做咩事為咗別人學見犧牲嘅物件嗬，就是路人為咗即係阿龍嚇看到鬼。咁樣看到幾起來變咗學見講學對，我咧去刮把照，為啥就變咗學見啊？阿龍為咗俾 create topic 去刮物件啊，OK。Tapi 變咗學見 let him down 咯，可憐大家。對哦，是唔是？我安尼大犧牲啊，係咯，我心靈去咯，心靈。你冇同人講，我把照看未到。我把照看不到，當今亂使教我看這，明明人都現實就做啊。我按你款講嘅，特別你是按話講是寫，按你款講，你未寫數話講我用 voice，有時有冇聽，我未寫嘛，我未對面講嘛，所以我是你未使用你 dictation 嘅咩嚇？你係學用 dictation 咯，成個你講我未對面講。我看唔到物件咯，就我在巴登嗰度，我看唔到物件。特別你係叫我除咗咩 dictation， 除咗咩嘢？我除我想平時冇用啦。我係 text 嘅咧 ，always dictation。特別冇啊 ，that one was。我只係未講，都是 WhatsApp。我就冇講到，就是講佢咧。係你半暝3點幾，男生咪 reply 我啦咯，對唔對？你只 reply 我，伊唔是教我講佢哋立爆物件，叫我咩咗？伊 message 是教我講伊 party 咗，講你 party 咧，我就冇誒，當你個看到咧 ，and then 接落嚟 message 就講咩物件就講 ，I think 你這裡應該是有人甲你講啦，就。你啦，我成個女朋友字嘛，問啦，你講就你 WhatsApp group 冇人。一般是將這類 responsibility 殺走去咗就，伊冇教我講掉佢哋600物件 answer 咗，完全冇咗。Ladies and gentlemen， 男仔。我唔係想講咗，平常時10秒嘅 reply 你物件係一個好朋友啊，只都需要嘅事。半暝3點，嚇你第需要嘅就係一冇第二嘅呢種。有影做定啊！係咯，是做定啊！嗰種平常時都解決上班啦。Within 10 seconds， 一 reply 咯嗰種。I think 乜事男仔乜事為咗犧牲嘅啦，伊是為咗嗬，伊是為咗俾別人學見冇通有物件講數啊，所以為咗做你看呢是教別人學見教物件講嘛。我掉啲做動，掉啲 strategically， 掉啲做淡薄。搞到出數在啦，呢夠唔夠講？印尼咖喱啦。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希望你人禮拜多多嚟看收看，俾你學見嘅節目咯。但是講人做啊，目睭做啊，利息啊做收看先看到較明哦。但是冇嚟講頭，我請留花目鏡看 computer 可能會啊。感謝各位聽眾，禮拜今日多多嚟見佢，拜。哎呀，撲街嘛！
個有到啲 club YouTube 嗰邊看啊，你咁成人看到，即係俾定看定聽到，即特別未記講。但是講老實講，第 like 啊，了這邊定看定聽到這邊定，了這邊冇喺好。哦，頂住你排未記效果冇做，冇頂住你排未記看 episode，冇看到 episode 到這邊看，了這邊定看定聽，伊看定入正，了定 like 去 share 學朋友，咁樣看這邊咧學嘅錄音節目。